這個最好，但是摘不到，因為這玻璃在這邊了。試一下看下能摘到哪裡。可以摘到這個。哪個？哎呀，手不夠長啊。哦呵。手。等我來，我手比你長。原來是可以的。哎呀。可以了。好吧，好吧。摘那熟的才摘啊。這個熟的，這個熟的。熟的才摘哦。這一個最熟的，給你吃，好嗎？好吧。直接可以吃。剛下雨了。我給你拍一下你吃的龍眼，黃皮，好吃嗎？很甜。那不是廢話嗎？來，看你的蚊子。來，我再炸啲，睇咗冇？熟嘅。呢個可能仲要等。嗰度最熟嘅。咁你等下先啦。呢度可以伸咗出去嘅喎。咁都得 ，OK。啊，摘咗啦咁。哎呀，好吧，係啊，溫窗。聽朝再摘，等佢再熟多晚先。後日再摘都得。會仲帶雨水添啊。攞得。